一個男人最大嘅價值就係佢嘅供養價值。如果一個男人喺呢一個點上邊都同你討價還價、推三阻四嘅話，咁呢個男人對於你嚟講就係一啲價值都冇。我先唔講女人生育呢一件事對於身體有幾大嘅損傷，就由你懷孕到生育，生完之後起碼1年幾時間，你喺呢一段時間內你係冇收入嘅。跟住你有咗一段咁嘅空窗期，你再翻去做嘢，你會唔會同個社會脫節？你跟唔跟得上節奏？一間公司而家好多公司，佢雖然唔夠膽明目張膽去開除孕婦，去炒你嘅魷魚，但係有啲公司啊好賤種啊，佢會用各種各樣嘅理由去逼你離職嘅，去雪藏你啊。所以男人如果連供養自己女朋友老婆你一點都做唔到嘅話，咁仲結婚結嚟做乜撚嘢？仲生嚟做乜撚嘢嚇？本身你睇大自然啊，獅子老虎啊，雌性揾雄性都係傾向於揾高大威猛嘅，揾個高大威猛嘅雄性就係為咗喺雌性生育期間嗰個雄性可以打獵翻嚟有餐飯食。咁如果你一個男人都做唔到呢一點嘅，喺追女人喺溝女嘅期間都唔捨得付出，就諗住氹個女人啊！我同你結婚之後生育之後，我幫你揾最好嘅月子中心啊，幫你揾最好月嫂，呢啲全部鬼話嚟嘅。喺追求呢個階段都唔捨得付出嘅話，本質上係想白嫖你。有啲男人仲諗住結婚，女人係倒貼埋嫁妝嘅，呢啲就係純屬係諗住白嫖，當女人係生育工具。呢啲男人啊，邊個揾着邊個當衰。